来说句公道话啊！来。 这个像，这要是装裱了，跟真的一样。没错，一张一张。谢谢各位捧场，只要大家喜欢，我一个个都给你们画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该我了，我一张一张画。看看这画多棒啊！这能联诗啊！哟，给这么多银子，怎么这么多银子？我要一幅《清风竹海图》。少爷，您给多了。 用不了这么多银子，就是真是。哎，谁的画摊这么热闹？这个好，你看。哎，给我来一下，该我了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走。哎，师傅，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让开点，让开点。哎，给让开，让，别急。哎呦，这，嘿，听说是扬州来的，就是画质是不一样啊。真好，李大人，您稍后，我去就来啊。好。来，给我也画一张吧。给我来。你别抢开我了，这张是我的。这应该是该给我画了吧？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。该我了。 好，大胆喊传！哎呦，金大人，你这给皇上进的什么忠啊？啊，在这堂堂御画殿的大门口啊，却让那些江湖浪人、无名鼠辈为所欲为。哎呦，金大人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啊！小的实在是无奈呀，店里的宫廷画太贵，那些刁民买不起，所以就去找那些摆地摊的画师，那些江湖艺人去了。大人，你别着急，您先歇着，小的想办法把他们撵得远远的。大人请，您请坐。小二，哎，上茶来了。郝川，这是我那细鹤图吧？正是啊。大人。 还是您这幅细鹤图啊最抢手，一连卖了好几幅啊。前不久山东巡抚还专程来购买呢。大人，您喝茶。哎，请坐。大人，您喝茶。把这细鹤图摘下来。昂什么？摘下来。哎，是，闪开，都给我闪开。 哎，马老板，您请。这写的什么乌七八糟的啊？诗书画随君所异，志略者分文不取。扬州郑板桥，嘿嘿嘿嘿，口气不小。 这是皇上钦点的地盘，你的胆子真不小啊！你是什么人，竟敢不打招呼就在这儿？对不起了，大人，借贵方一块宝地做个营生，有什么得罪的，请多多包涵。不必客气。只是，天下的大画师，在下知道的不少，怎么偏偏没听说过你这个扬州的郑板桥啊？啊？ 对不起，先生，天下之大，孤陋寡闻的人多了。再者说了，天下的大画师，也不一定都要和您这样不知天下的小商人打交道啊。真的有意思。看不出你嘴上的功夫比你手上的功夫更厉害。今天我郝川。 倒要看看你的真功夫到底有多大。好，那就请教了。说大话的人我可见多了，小事你我便能略知一二。我拿出一幅字画，你给我仿做一幅出来，你行吗？打开。仿作这种事情我不做。再说。 此画也不值得一磨呀，你不是号称买卖字画的行家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看不出来这幅字画不是原作，
也是临摹别人的。你是不画，还是画不出来呀？嗨，我只是试探你一下，你连这点功夫都没有，那么你凭什么来京城里混事儿啊？冲你这句话，这幅画我还做定了。痛快。那好，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？宫廷御画大师金敏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实在抱歉，就算我孤陋寡闻吧，真的没有听说过。就连当朝赫赫有名的御画大师金敏之大名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到京城里来混事啊？也太不自量了吧！啊，你是想让我背人名呢，还是请我画画啊？哦，是啊。哎，大人们，这种斗嘴的事儿，您去了有失身份呐。要不然，我们到别地方转转。不，我就跟这儿待着。哼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。怎么着？你心里发虚了，想反悔是不是？哼，何止是反悔啊！这种字画磨骨逼俏，只失其形，不得其意，泥足无心。这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这下你该满足了。你是临摹不得，才这样洋腔怪调的吧？我老实跟你说，你别说是学画了，我看你就是给金大人擦脚，都配不上啊！画画的画不了，说画。江湖艺人。周皇，快去把那几个扬州师傅找来啊！快去。好。还在后头呢，不该画两笔，就是画两笔吧。该我，下张是我的啊，是我的，是我等半天了。师傅，你快到雅墨堂那边去一趟吧，跟你一起的那个郑师傅出事儿了啊！真不错，哎，画的真像啊，这个，像啊，像，太像了。师傅，雅墨堂那边的郑师傅被人欺负了，你快去一趟吧。板桥，你们看，就在这边。好，怎么着？让一让。你画还是不画？画就点个头。你要是不画呢？不画又怎么样？只要有我哈川一句话，这条文化街从现在起就不再有你们的位子了。啊，你呢，早早的给我滚得远远的，免得我哈川劳神。板桥，画，别让他们小看我们了。好吧，画可以，你得开个价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说吧，要多少？这样吧，如果我仿得像，你出1000两；如果仿得不像，我就抬腿回我的扬州去。痛快，成交了。店里边请。我看这就不必了。我还是在这里当众作画，也好有些个证人。不过，你得先交上500两的押金来。好，区500两纹银，把店里那张大画案给我抬来。走，快去看擂台呀！这回可有看头了。钟大人，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雅墨堂的老板拿出金敏之的细刻图，让扬州来的画师郑板桥临摹，说是如果画得好的话，就赏银1000两；
如果画的不好，就让这帮扬州来的卖画的滚蛋。都在瞧呢。哎呦，赶紧的呀，怎么还愣着呀？走开，闪开！这大伙儿都来了啊！这回公大人，这回有戏看了。真像。小姐，你看他们画的，你看大人来了，快看！大人，那天在府门外接棒对联的就是他。啊，糟了，后面去！走，快！真不简单呐。好了，哎呦，还真挺像！哎，真不像！吵什么？这儿有你们什么事儿啊？退开！像是有点像，不过什么？真好啊！我刚才说过，真的可好。在场的人也都听到了，画的像付银子，画的不像，我抬腿回我的扬州。各位看官，我看这样啊，像与不像呢？这里有金敏之先生的真画啊，来，各位看官，你们来看看，大家伙儿来说句公道话啊，来。这样像，真像，这样是装裱了，跟真的一样，没错，丝毫不差，就是啊！哎呀，马老板，快出银子吧！就是啊，说话得算数啊！快马老板说话算数哎！哎，就是还差，画的真是一点儿，把画收了。画的多好！真棒啊！你看看，赶紧付银子吧。是，真是太像。哎，没什么两样。这画画的还可以，这么着吧，我收下吧。先生，我刚才说的是1000两，你只付了一半，还差我500两。是啊，这仿做的画，500两银子足够多了。你不要穷的没地方走了，跑到我雅墨堂挖宝来了。哎，这和他们说话。哎呀，实在是看不出啊，先生您是做大生意的，就这么点气量，好吧？这张银票，我得先收下了。哎，哟，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他怎么回事？这个你拿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刚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只付了一半的银子，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画子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扬州人真是有骨气，扬州人真有骨气啊！哎，郑板桥，好样的，撕的好，好样的，郑板桥，撕的好，这画撕的好，哎，有骨气，耍赖。真是啊！付钱吧，好样的，真是好样的。走，走了。慢着！哎呀，大伙儿都说像，可我说不像。这哈老板的银子不是付冤枉。请问您是？金大人，还是您得出来说话算数啊！诸位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宫廷艺画大师金敏之金大人。金大人呐！哎呀，这幅细鹤图就是出自金大人的手笔呀。
这是哦，你看看，真是果然，但是营收的消息那不错啊！哎，有一种感觉都不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听金大人说话。哎呀，在下的用笔讲究柔滑细腻，而这位郑板桥呢，他的用笔大有倔强不驯之气，行酷似而犹未化也。如果说他与我画的相同，那可就成了笑话了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那么说，金大人说了不像，那就是不像。还是滚吧！不是你们这几个江湖艺人，给我滚出文化街去！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不行，说我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是啊，说话不算数啊。郑板桥的临摹细绣妥帖，有神有意，这在场的人们都亲眼看到了。如若失言，恐怕难以服众啊！对，那是啊，我们还想买他的画呢。这是我的画，怎么能容那些野路画匠任意的临摹呢？你是哪路神仙？这儿有金大师在此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郝老板，这是我的朋友，宫廷御画大师李善李大人。不得放肆！李大人，小的多有罪，小的多有罪。李大人，李大人日后多多光顾，多多光顾啊！这条狗。先生，既然金大人已经有了公断，那就对不起了。你拿去的那500两银子啊，还得还给我呀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么讲？哪有说明书吗？这不是？这样，太不像话了！你们这是……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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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大人，钟大人，你们身为君子，就要有君子的样。说话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金大人，你们就这样当众欺负外乡人吗？哼，也不知道羞得慌。大伙说，这银票该不该给人家？应该给，应该给，这应该给。大人，这拿着吧。是啊，钟大人发话了，谢谢大人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，谢谢，快走吧，走，咱们走吧。哎呀，真好，这真好。